Benji 漂泊到 UK， 大家早晨啊！今日咧係星期五，星期五就係我每一個禮拜咧例牌放假嘅一日啦。咁今日咧就依家揸緊車出去一個叫做 The Hawthorns 嘅 Tram Station。今日咧就搭依一個嘅電車，伯明翰電車，我第一次搭。搭去邊咧？就係、我最近咧就成功咗永居啦，咁跟住咧就同一日，因為我好心急，我就申請埋呢一個入籍啦。因為配偶係 BC 咧，咁就唔使等假日。咁申請咗入籍之後咧，就需要去打指紋嘅。咁打指紋嘅 centre 咧，其實就唔多。咁伯明翰市中心咧就有一個 centre 啦。咁除咗呢個 centre 之外咧，我個女嗰陣時咧就上咗去 Leicester 度打指紋啦。咁係啦，就係咁樣啦。所以就依家開車咧就去 Tram Station 嗰度，然之後咧就擺低架車 Park and Ride 啦，就搭電車搭幾個站啦，咁就可以去到打指紋 Centre 附近嗰個電車站啦。即係我咧就唔係好中意咧揸車咧就去到伯明翰市中心，因為大家都知道咧，其實嗰度泊車唔容易揾啦、貴啦，同埋危險啊。雖然我架車都應該冇乜人睺噶啦，咁但係避免呢一個問題啊。經歷咗呢個漫長嘅車程40分鐘咧，終於到咗呢一個站啦 ，Park and Ride。咁可以俾大家望下，其實呢個停車場咧唔係好大嘅啫喎，我爭啲以為冇位啊，一路泊入嚟嘅時候，因為咧近車站嗰幾個位咧已經俾人泊晒，即係泊到比較遠少少。呢個伯明翰嘅 tram 咧就類似香港屯門嗰啲輕鐵咁樣啦，就係自由出入閘嘅，但係記住買飛，因為呢啲情況咧通常佢 check 飛 check 得好嚴重。咁咧佢唯一同香港有啲唔同嘅咧，就係大家見下，其實係冇乜人嘅，好舒服嘅。呢啲路線咧，我覺得真係 Council 係補貼咗好多錢，冇人搭嘅。就算佢依家咧，我一張 day ticket 應該係5磅到啦，其實佢都賺唔到錢嘅應該。呢個站都幾方便嘅喎，呢度呢個閘咧，再過隔離就係搭火車嘅。呢個火車站後面咧就係輕軌站 Tram Station， 好方便。火車站咧可以去到呢啲嘅地方啦。OK， 咁咧我今日搭嗰個車嘅方向就應該係向翻呢一邊嘅方向。等下有車到，都幾密喎，差唔多3-5分鐘有一格咯喎。好，上車先啦。好，上咗車啦，車廂就係咁嘅樣嘅。搭咗10分鐘左右啦，咁就到咗呢一個聖 Charles 嘅站啦。咁咧，我真係好中意呢個站。我之前咧其實嚟過呢個站，呢個站俾我感覺咧綠化得嚟咧，又係附近好多商業大廈、商業區啊。俾大家望下，好多高樓大廈，向住呢邊商業區呢邊行，個感覺好似咧嗰啲中環啊、金鐘、灣仔返工嗰啲地方，咁但係就好新淨，呢度好靚。左邊咧係商業大廈嚟嘅。咁之前有個朋友就好擔心啦，話即係驚自己個女咧喺伯明翰讀完書畢咗業揾唔到嘢做咧，可以考慮下喺呢度附近睇下有啲咩公司喎，分分鐘揾到工唔出奇喎。好靚真係，好舒服。即係如果喺度返工。break 咧攞一落嚟呢度行下休息下睇下啲
輕軌經過咧，都幾悠閒。呢棟大廈咧叫 Three Snow Hill，1 2 3啦，嗱前面就 2跟住 1啦，咁呢度叫 Snow Hill。下低都有啲三文治壓下咁樣咯，都係喺返工嘅地方。依家咧就係朝早9點半左右啦。咁大家見到咧，其實咧冇乜人喺度休閒啊，因為啱啱返到去啫。如果啱啱返到去就要落嚟咧，就真係好唔中意份工啦。係啦，咁啊繼續行啦，等我揾下嗰個打指紋個地方喺邊度先。真係好有返工氣氛喎，但係我自己今日就好冇返工氣氛喎，我着住條短褲，真係好開心啊！有陣時咧，自己半日遊伯明翰，半日放下假都幾好啊嚇。呢度咧就係打指紋中心啦，冇任何標示嘅，就咁寫住63號嘅啫。咁啊，呢度就係附近嘅街景，就係咁嘅樣。我咧好怕行英國啲隧道嘅，不過今日冇辦法啦，呢條路短好多。英國啲隧道咧好大陣尿味嘅，不過呢條就 OK， 暫時 OK。依家咧就完咗打指紋呢個步驟啦，哇，快到閃電啊！3分鐘到嘅啫，搞掂啦，走得啦。依家咧就去行街啦。如果搭火車嚟打指紋咧，可以考慮下 Snow Hill 呢個站，都幾近。呢個站呢個位一出啦，跟住過對面咧，呢個位置已經係打指紋嘅地方。好幸福啊，有 lift 搭啊，希望冇壞到啦。呢度啲嘢好難講啊。行樓梯啊，唔係好高啫，咁行上去 OK 嘅。我本身就唔係一個鐵路迷，可以咁講，我中意巴士多過鐵路。以前咧喺香港日日搭地鐵，聽到個鐵字都已經好驚。嚟到英國，揸車多過坐車，間唔中坐下鐵路，感覺真係好新鮮。呢隻鐵路仲更加喺路面行駛，同行人同商鋪可以好近。搭過一次之後咧，我真係愛上咗伯明翰電車。基本上坐伯明翰電車已經可以輕輕鬆鬆好方便遊走伯明翰著名景點。買 Day Pass 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，可以隨時上隨時落，放慢腳步深度遊伯明翰。如果提到伯明翰最著名嘅商場呢，一定係 Bullring。Bullring 嘅位置呢，就正喺伯明翰 Moore Street Station 嘅樓上。如果大家係從英國唔同嘅地方搭火車嚟到伯明翰呢，基本上咧一定會去到呢一個 Moore Street 嘅 station， 而呢一個車站咧就係連接住輕軌站。如果大家下次嚟到伯明翰玩，搭火車加埋輕軌都係一個幾方便嘅選擇。點解我影呢個入口呢？差唔多5年前呢，我哋嚟到英國呢 Surface Apartment 就係住呢一度咯。哇！咁就過咗咁多年啦。
呢個巴士站呢個位置呢，就係我第一架車呢收車嘅位置。嗰陣時仲係 Covid 咧，即係唔能夠自己親身去睇車啊。咁啊上網睇啱咗呢，就叫佢送嚟呢，喺呢一個位嗰度呢，去驗下架車啊，跟住收車咯。咁就差唔多5年。我想講呢，4年幾前呢，呢度唔係咁樣噶，四周圍都係地盤嚟嘅，同埋呢，佢嗰個電車呢仲未開通㗎。我頭先就係搭電車呢去到呢個 Five Ways 呢個站嗰度落車，係啦，就係呢一架電車。跟住呢，就係4年前嗰啲鋪頭呢唔係咁嘅，全部都未開嘅。好正啊 ！Five Ways 咧，嗱 Five Ways 下低就有 Five Guys 啊，真係唔知係咪特登咁開。一路搭車就同大家一路分享一下我今日搭電車一啲不愉快經歷。片段一開始呢，我就提到今次搭電車我買咗 Day Pass， 諗住一個價錢可以任搭，就可以去到唔同嘅地方，亦都可以去多啲地方，唔使計住啊嘛，好煩嘅，又驚用得太多錢搭車。咁咧，當我打完指紋之後呢，去完1-2個景點之後，我就諗住坐翻電車去天天美食城嗰度附近揾嘢食啦。因為距離天天美食城2-3分鐘步程呢，就開咗一個新嘅電車站，諗住搭車去到總站影幾張相，然之後呢行去天天美食城食嘢。點知諗住喺中途站上車，但係等咗15分鐘，來回兩邊都冇車到。月台呢就等咗好多人，跟住呢就有廣播話其中一段電纜出咗問題，為咗乘客安全呢，所有電車暫停。我當陣時嘅位置就係距離天天美食城步行10分鐘左右啦，咁我就改變策略行過去食咗嘢先，之後就睇下電車通返未搭電車咯。食完嘢之後，架電車係真係通返喎，點知搭咗1-2個站就直情停咗喺個站度超過15分鐘，我都唔知要等幾耐。即係英國嗰啲交通就係咁嘅情況。咁啊點算呢？咁嗱聲叫架 Uber 啦，係咪先？過嚟10磅啫，唔緊要啦。最緊要解決咗個問題啫。咁依家行翻去停車場攞翻架車，下晝開工。